因为孤独的组合，让我们相互依偎着。开喙就是经典，现场直接变成 KTV， 歌手吴文芳再来一首一首的歌曲，还佫有改编版本。在高中，上两周，才能再次相拥。来到这边就非常喜欢渔光岛，所以后来我其实有机会都会一直再回来这边冲浪，然后很开心这一次改成是生活节，我觉得把生活跟艺术跟音乐融合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今年文化局甲渔光岛艺术节转型做生活节系列活动，除了市集之外，5月初3到初4，还有音乐节，邀请歌手乐团热烈演出，有美秀集团、吴文芳等人多达11组。渔光岛是一个台南仅存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，而且基本上我们维持低度开发，那能够让许许多多喜欢山、喜欢海、喜欢森林的好朋友能够一起来到渔光岛。来到渔光岛，就想要放松。5月10号到11号，拄好是母亲节，文化局也搁规划一场放空生活日，伫树林当中甲自古对话，还搁有古水的人气 IP 航仔鸟，互岛屿文化有新的风貌。台南新描述会采访报道。